说就有将伢就让那干，过了村路没不怕烂战，该街都跟没本家演唱。耶，懂我嘛？可不得咱生了米。耶，咱们一到三个球迷的，当下是跟着西凉了，当么看你叽叽的，还有什么绿皮不了？要叫陈顺谁讲道理？要叫陈顺谁讲道理？卡东江着两把东北家家女郎，哎呀哎呀这呀，雷把东把人们等吧，看那个这个起了那么起了这样么大啦？耶，东我们干不得怎生了米？耶。球迷的，当下是跟着西凉了，当么看你叽叽的，还有什么绿皮不啦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年轻都他们的也大不错，就我们将节奏都拉开，但你用谁没自己搞存在？想将东京没几年光彩，耶，但督促你们见着谁的呢？耶，但过个老人就演的笑，耶，但督促你们见着谁的呢？耶，但过个老人就演的笑，到下是跟着谁凉了，当么看你叽叽的。还有什么绿皮不良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要叫陈什谁讲道理？过了没将枪引通了干，这就有将伢就让了干，过了村路没不怕烂战，该就都跟没本家演唱。耶，懂我们看不得怎生了没？耶。球迷的。